面这栋楼应该就是庇护中心，应该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吧，他不断的在从里面走出来。这里很近的，可以看得到现在这个。说生福了，一定要，拍，对，我身度有啊，你自己有啦。好，係好，我專登從嗰個沙田嗰邊趕過嚟㗎。我係將軍澳過嚟嘅，真好新。城商嘢有啲生啊。多謝你，多謝你。我哋康智會嘅，咁見到我哋都鄰近咧，市民有需要我哋都開放咯。真係需要幫手，係啊，過嚟幫下手。